要赢啥？求主安怎开我的目睭，要看啥？敢若足细的时光就安尼唱过，毋知咧唱啥哦，真欢喜哇！这旋律好听，我继续。好，所以第二集的时阵好好唱哦，等下佫甲大家问一下哦吼。第二集第一个音，预备，来，那是经历的声是咱的耳内会安怎？怎么可能问同样的问题啦？经历的声若是伫咱的耳孔内会安怎？大项什么话过来？填空题只剩2个字的答案了。什么不会再来？有人露出很灿烂的笑容望着我。答案呢？经历的声若是伫咱的耳仔内，什么物件？嘿啦！终于有人讲答案，胡粿，有无？吼，第3集来咯，看有啥物搁会当考试的，应该无啊。预备，来。开大嘴我的经历高大自在。开咱的喙唇，会当保养上帝听，然后搁爱开咱的心鼻班，将主的听分享伫世间吼。这会真做咱的祈祷，就是今日听信息了后会回应的信息。这是请咱搁献到信息第72首。咱来唱一首较少唱的，不知道默契有没有够到，可以停下来。等下就知我在讲啥吼。信息这个休止符啊，这里看不出来耶，太可惜了。休止符圣诗谱上面有延长记号，竟然没有画出来，我的天哪！有吗？没有。我们伴奏，请参考伴奏的休止符延长记号。这个作用很特别，咱唱看的时阵，怎样应该安怎？可以对，看一个，我听到标准答案超开心的。因为歌词副歌的所在讲，看你身边的正兄弟，所以爱看一个，然后听咧，嘛听一个，关心安尼，好。
我昨天开始就跟思琴老师讨论，这个可以怎么停？如果照拍子停1拍2拍，那个味道不见，所以我们就用神奇的默契，跨小压一下，然后听咧，搁关心第一站来试看卖哦，神奇的默契。还行，就照这个感觉咯，好，他们比较紧张，我们就这样，好吗？进前捌唱过乐手，系啊，遮多吼，所以来第20来哦，第一个音就好，预备，来。好像可以成功，就是就这样呢。所以第3集、第4集，咱头前来读一个吼，预备来。耶稣灌伫领袖心中，咸过人捌你。耶稣灌伫计划难度，咸过找着你。第4集。耶稣灌伫耶稣心灵，咸过摸着你。耶稣灌伫见着工程，咸过看着你。好，第5集唱到第6集，第一个音，预备，来。耶稣灌伫耶稣心灵，咸过看着你。耶稣灌伫耶稣平安，咸过看着你。看你心里的这是相当安静心，准备参与再去写礼拜。各位兄弟平安。这时礼拜要来开始，请咱备办安静的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
上主有慈悲，有仁爱，袂快受气，有丰盛的慈爱。请撒迦来唱圣诗，圣诗第72首，圣诗第72首。耶稣，阮伫倒位找你？遐会将车起立。这时，咱用内西亚圣经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万事都以专业的兄弟，创造天地，一切有法理、无法理，万事救主。万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者，伊对一切世界进行对的生的，对上帝出的上帝，对人出的人，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甲白白当真
会众请坐。这是三角来启应，启应文第68篇，是罗马人书第8章。我来启，大家来应。关系这个代志，咱要安怎讲？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这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那安尼，这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这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迫害，是妖恶，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阮互人看做要抬的羊。这些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言到的准。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现今，也是将来的，也是地心灵，也是其他的物，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对咱的疼。这时，请咱三角来祈祷。慈悲疼爱的上帝，阮感谢学罗你，感谢你保守阮的生活，互阮得到对你来的平安甲喜乐，也保守教会逐项事工，会照你的心意来完成。阮虽然明白道理，犹原常常无照你的教示来行。求你赦免阮的过犯，帮助阮成做新创造的人，灵命得到更新。阮也知，伫即个充满不安的世代，只有外靠你，才有真正的平安。求你大能的手安慰受惊吓的人，互人的心重新得到润望。当阮恭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引带阮的心入伫你的圣殿。诚心敬拜阿罗你，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这时，三角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1章第1节到第18节，《使徒行传》第11章第1节到第18节。我来读。使徒甲住伫犹太的信徒，拢有听到外邦人嘛接受上帝的道。彼得上耶路撒冷的时，遐个受割礼的犹太人信徒，甲伊批评讲：你竟然入去无受割礼的人的厝，甲因做伙食饭。彼得就将所发生的代志，对头一项一项甲因说明。我伫约帕城会祈祷的时，有日常看见异象，有一个物件亲像一块大地包，四角头吊地，对天顶垂落来到我面前。我详细看，内面有地上的精星、野兽、虫拖，甲空中的鸟类。我阁听到有声甲我讲：彼得，起来，抬来食。我讲。主啊，绝对袂用得。我毋捌食有的无清气的面。迄个声第二遍对天顶应我讲：上帝予伊清气的，你毋通看做有的。
即个代志继续有3遍，遐个物件就拢阁收倒转去天顶。拄迄时，对该撒利亚派来找我迄3个人，来到阮咧住迄间厝。圣神叫我着甲因去，毋通丢除。迄个6个信徒嘛，甲我做伙去该撒利亚，阮就拢入去哥尼流的厝。哥尼流甲阮讲，伊有看见一个天使徛伫伊的厝内，对伊讲，着找人去约巴，请迄个叫做彼得的西门来。伊有话要甲你讲，通互你甲你的全家拢得着救。我开始讲话时，圣神降临伫因身上，甲当初降临伫咱身上同款。我就想起主所讲的话：约翰用水甲恁洗礼，毋过恁会领受圣神的洗礼。既然上帝有将咱信主耶稣基督的时所领受上款的恩赐赐予外邦人，我算啥人？哪会当阻挡上帝的所做？因听见这个话就点去，归荣光互上帝讲。上帝嘛有互外邦人悔改来得到活命。这是赞美，请信歌队。荣光伊性命。
敬道，即时请英国教会洪永恩牧师来敬道，伊要分享的是有啥人会当阻挡上帝。咱同心码头来祈祷。主比灵的天父上帝，请你来，伫这圣的主日，你搁一摆用你的听召集你圣的百姓，互阮手清气、心清洁，来到伫你是阮宝座前。我要搁一摆谦卑听你的话，搁一摆愿意跟对你的脚步去行。亲爱的主耶稣，请你来。能够伫你百姓生命内在生命中间上界误会拉散的所在，最时阵，阮的生命中间有缘存在最无伫救恩内底，真正互福音去蒙着、去医治，甚至去讨棒的所在。愿阮搁一摆伫你面前，活转心归于你。愿你的保护搁一再压看，洗清阮生命中间的误会。恳求圣神上帝，请你来，搁一摆自由运行伫阮众人的中间，将上帝你的真理阐明伫阮的心，互阮毋那耳孔听到，互阮的心搁受到刺插，会当伫真理的中间，愿意谦卑，气固换心，跟对你的脚步去行。主，阮将今仔礼拜搁一摆恭敬交托主，嘛将阮的心思意念交托伫你，愿你照你看做是好。因带阮行伫活的路，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今仔日第一摆透过伫总会所定的公报社，就是咱讲的文艺时光纪念主日，有机会来到伫桃园教会伫这个所在，甲咱做伙敬拜。目前我是伫英国教会服侍。虽然咱真近，因为我对导航只看15分钟，总是这是我服侍16年来第一摆来到伫咱的桃园教会。总是透过咱的，我相信上帝的确有伊好的意思，嘛透过伫今仔敬拜中间，透过今仔的经文，搁一摆帮助咱。我相信今仔日要举办这个礼拜。牧师进前拢爱先准备到底用什么诗歌、什么款的经文，甲大家来分享。感谢主，伫今仔日咱的吴牧师伫这个所在一开始，带咱唱一条咱可能无介熟悉迄条歌。耶稣我伫倒位找你。这条诗歌可能咱捌吟过，总是兄弟姊妹，你有发觉无？逐礼拜咱拢咧吟这的诗歌，总是咱已经有的诗歌，甚至熟甲拢会当背起来的时。你捌好好去想过，当你喙唱这个诗歌，这个歌词到底要提醒咱、引带咱、帮助咱，到底要用什么款的行动去回应上帝？感谢吴牧师的这个过程的中间有真好的提醒。因这条诗歌嘛，捌伫阮教会用过，嘛捌伫其他教会用过。总是我头拄仔咧唱的时，其实我每一个人的面我拢看过啊。总是坦白讲，我要讲的真无简单。虽然诗歌写甲真清楚，总是要咱停留迄个延长的休止符，停落来看咱身躯边的人，其实足困难的，敢毋是？因为咱已经一个模式已经习惯了，做礼拜就是目睭看头前，无就要真斟酌看咱手中的圣经诗，足惊漏口去，足惊唱毋对，足惊弹毋对，总是。这条诗歌确实咱提醒咱。无论是上帝的话，还是透过耶稣基督救恩，要互咱的福音，其实最后要停留伫人甲人的性命，以及互人的性命真正活转心归于上帝。所以，坦白讲，这条诗歌是一个开始，毋但是对我的提醒，对兄弟姊妹的鼓励，互咱每一礼拜来，毋是干那即准时伫这个所在做完礼拜，转去了后，我就继续无用伫我看最重要的事的顶头。总是搁较无用，其实上界重要的人，拢是身躯边，敢毋是？所以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求主帮助咱，互咱每一礼拜，当咱来到你教会时，用一点的时间停留伫咱身躯边的兄弟姊妹身躯顶，看伊今仔日表情，甲顶礼拜有无共款无？看起来郁卒郁准的，你就有机会甲伊讲啥？妹妹姊妹，你今仔日看起来郁卒，有啥物代志，互你困扰？我会当替你
祈祷无？因为即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开始。因为伫咱坐伫下骹，咱唱即条诗歌，拢总60个歌词，咱生活队有操练吼，彼此拢会看吼。但是咱兄弟姊妹已经习惯了，拢看台仔顶，较学你看咱身躯边啊。特别我知影有诶翁仔某应该是坐做伙吼，但是我看60啦吼，彼此拢无看一个吼。这是一个挑战，嘛，互咱诚做一个信仰的功课。真正信仰毋是停留伫礼拜，真正信仰毋是停留伫经文。真正信仰嘛，毋是停留伫咱遵守每一礼拜伫奉献、伫做礼拜、伫参加聚会遮个过程的中间。真正礼拜是伫咱信仰的展现，展现伫咱的生活，展现伫咱每一时真正面对逐款样的问题，临到伫咱的时，咱是选择用世界的方式，还是咱习惯的方式去回应，还是用到圣经内底信仰的原则、福音的方法？去回应。这摆带来去今日的经文，其实即摆进入暑假，我最近拢是透过 FB 顶头咧看每一个教会伫暑假拢做无用的，摆做侪活动，特别伫社群媒体顶头会当看到真侪教会办真侪儿童的宴会，想老要伫休热的时要办遮宴会，因为只有休热，咱才有机会。去接触遮个囡仔，遮个父母嘛，因为伫暑假太长咧，伊嘛做烦恼，遮个囡仔拢伫厝里，伊毋知要安怎样甲因安排，所以大部分的父母拢安怎上安亲班，一上就2个月，2万3万，钱会当开拢啥，拢甲开落。总是每一个教会真正骨力，办逐款的活动，夏令营、双语营、才艺品格营，哇，足济。一礼拜接一个，我嘛知影咱教会拄啊好，迄个儿童夏令营才拄啊结束尔，对吧？当教会开会遮尔侪时间，咱捌想过无？开会遮尔侪时间，投入遮侪资源，甚至动员遮尔侪的同工，特别为着遮个囡仔要来举办这个夏令营时，当5天真正精彩的活动节目结束了后，咱捌想过无？咱的目的是啥？咱目的是要互遮个社区的囡仔，伫休热时，因父母真正愿意将这段时间交互咱，互伊来到伫教会，进入伫教会伫中间，会当透过伫活动的中间真好听的诗歌，甚至真好耍的游戏，真好食的遮个点心，真疼伊关心伊遮个老师、个大哥哥、大姐姐，所以互伊会当伫这个所在开始进捌教会。总是活动的结束，敢是结束？无，咱为着办这上界目标，毋茫要将福音下伫伊的身躯顶。总兄弟姊妹捌想过无？5天要将福音放伫一个囡仔的心内，要伫迄所在布艺开始大长，迄是足困难的事。因为念面结束了后，伊就父母佫安排后礼拜佫去参加另外一个宴会。可能迄个宴会游戏比我们的游戏还要什么？还要好玩呢？因为点心比咱的点心佫较啥？佫较好食。真紧伫教会内底所感受迄个疼甲温暖，真紧就会伫伊生命中间开始渐渐消失。所以大部分的教会拢有一个思考，就是我宴会了后，上界重要期待遮个囡仔会当对伫拜一到拜五来到伫教会，会当延续到礼拜天来到伫教会参加什么儿童主日，这是咱的期待。阮的教会嘛是安尼，所以投入足多时间，特别是阮今年佫做1个月。当阮的教育牧师提出这个概念的时，讲牧师即摆足歹招生的，因为咱刚招1礼拜父母考虑再三嘛是安那1个月包互人较紧，伊就免淡薄接来接去。所以讲牧师咱爱好无？咱一届来甲办1个月，我讲你就好通讲咧。但是感谢主，阮真的开始啊，已经3礼拜过啊，过来接煞后礼拜双语营第4礼拜。开始要进行第5礼拜，伊要带这个囡仔去坐火车，一站一站坐到高雄，再搁坐起来。要带到火排睡袋，哇！这个囡仔做目睭拢金起来，好好对不对？这个老师目睭目干。咱即摆想看卖，当咱真正吸引这个囡仔，真正意爱甲伊到会。真正感觉教会真好，夏令营做好的时，当咱真正嘛邀请伊讲礼拜来参加主日哦，阮夏令营毋是这夏令营结束就结束啊，阮还佫有儿童主日，
等于来到你拖着欢喜来到咱主日学时，来，咱中间有主日学老师无？来，当咱社区的囡仔吼，来到伫遐毋是基督徒的家庭哦，这个囡仔当于来到咱主日学的时，你感觉伊会伫主日学中间，伫咱已经习惯迄个模式的内底，伊一礼拜、2礼拜、3礼拜会爱上我们的主日学，还是伊过几礼拜了，伊会摇头就离开了？我要安尼讲，就是坦白讲，真无简单。因为我发觉有当时咱夏令营中间嘛要启蒙囡仔，所以咱用的是做活泼的一寡的安排设计，甚至教案，甚至连邀请青少年的遮的大哥哥大姐姐加做因的小队服，你陪伴因。但是发觉伊来到主日学的时，奇怪，迄诗歌吼，毋是活泼的诗歌，爱唱圣诗呢，吼，爱个读台语的经文，然后呢，迄老师大哥哥大姐姐通通不见了，全部换成什么？主日学老师。所以1礼拜、2礼拜、3礼拜，伊都发现吼不好玩，他们骗我们。兄弟姐妹，想看卖？当咱真正启蒙人、社区朋友来到咱教会，无论是透过这营会活动，还是咱圣诞节一寡对社区的活动，当咱办完了，当这社区的朋友来到咱教会时，伊敢真正有法度感受到理解，伫这阵基督徒伫每一礼拜伫教会内底所经历一切，会当真做因，若是担着疼的滋味，甚至互伊会当望着耶稣，看见耶稣。感受到耶稣的疼会开始，我想这毋是咱面对的挑战。伫一开始，耶稣搁活了后上天，将这个传福音去做教会使命交予使徒了后，交予伊的门徒了后，因面对的宣教的挑战，甲咱嘛犹原同款无简单。今仔咱要转来看今仔经文第11章的经文，使徒行传11章，总是今仔经文是。第10章的经文的后续，你来看咱的圣经内底11章的经文头前的标题是写啥？因这阵使徒彼得的这倒转来伫耶路撒冷伫迄个所在报告，啥人爱报告？因为发生代志啊！有人感觉彼得所做的代志无妥当，你就爱转来耶路撒冷甲我报告。到底为着啥物呢？伫这10章的经文伫遐描写甲做清楚的。总是咱来安静先思考看卖，对伫主耶稣基督搁活了后，将这个福音的棒子交予这使徒、正门徒，因经历圣神的充满，建立教会，甚至带人归主。特别伫使徒行传第2章、第3章，互咱看见圣经所描写，迄个得救的人啊啦，日日加添伫因。教会毋是讲哇，一个人要洗礼足困难无好，因一届拢2000人、3000人、5000人入来教会。兄弟姊妹，哇！教会大复兴，咱来想看嘛，咱后礼拜第1场礼拜吼，拢坐甲满，有一半拢是社区的啥朋友，你会足欢喜的无？足欢喜的对吧？吼，总是欢喜的开始，也是挑战的开始。为什么？因为伫这个过程中间，当耶稣基督福音透过使徒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真侪人，特别是外邦人开始。跃入教会，伫迄个所在要认捌上帝，要认捌耶稣基督救恩。伫这个福音伫外邦人的社群中间开始有一个真大的影响，开始使徒行传第10章开始的记载，彼得伫外邦人的社区的所区域，伊嘛经历一个足奇妙的得救的经验。这个事件嘛，真做耶路撒冷真重要的一个头条新闻。外邦人信主的，这是外互人通兴奋的消息。总是这个消息，当传到伫耶路撒冷，这的使徒，甚至伫做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的心内开始感觉真无妥当。因为伫耶路撒冷正使徒以及犹太背景的正兄弟，听见外邦人领受上帝的福音，因心内毋是感觉足兴奋的、足欢喜的，哈利路亚归上帝。因伫迄个所在，竟然圣经甲咱讲，因足受气的。因为凭什么彼得做这款的事？教会一时啊，遐尼侪无清气的外邦人进入伫教会内底，安尼教会圣洁的教会就变作误会甲
拉散去啊！因为即阵外邦人因无受啥物，无受割礼，无受割礼。无受割礼的人来到伫圣洁的殿内底，安尼毋是互即个殿都无清气嘛？弟兄姊妹，当有割礼无割礼，诚做伫初代教会，你评估一个人是毋是会当得救为伊的标准的时，即个福音若要继续去传落去，问题就会开始愈来愈困难，愈来愈大。所以当即阵真正心。足无法度通理解，甚至看即个割礼有割礼无真重要，坚持的即阵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当因必着来发出即个抗议的时，因真正无法度明白到底上帝透过彼得伫当时即个外邦人高年流的厝内底，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事？到底上帝透过圣神伫因身躯顶做什么款的事？想看卖？初代教会面对宣教的困境，真侪时阵嘛是现主时咱的教会面对的困境，因为特别是咱长老教会，坦白讲，咱来去看咱整个教会的教势的发展，有一个足大的迄个忧虑开始不断伫教会中间开始传出来，啊那，咱的囡仔愈来愈啥，愈少。咱的青少囡仔少，来到青少年会变愈侪啊，愈少，搁较少。你啊20个主要学生，当这20个来到青少年的时，会当留一半。感谢主啊！为什么？因为面对的挑战哪大，面对的征战哪大，面对的选择哪来哪困难。当这阵囡仔因为营会加入教会时，陪伴因的是这青少年的大哥哥大姐姐，因愿意用这段时间播出来陪这囡仔。总是当这营会因嘛付出真多时间，真正伫这个所在陪伴，迄气力用尽，所有的爱都用完了。好不容易营会结束了，伊讲啥？我要什么？我要好好休息了。休息到什么时候？明年的营会再说吧。好，才像伊对营会结束了后，伊就准备进入什么？爱的冬眠，为着要累积爱的能量，每年的暑假再过来用热情再爱他们一次。兄弟们，伫这过程中间，英国教会是一个我服侍英国教会是一个做看重主日学青少年事工的教会。因为当讲真正若讲到青少年事工、儿童事工，无第二句话，该投入的就拢投入。总是一段时间了后，我带到这主日学老师做开会时，阮就做一届的反省。奇怪呢，咱的真侪社会朋友，囡仔做爱来参加咱的夏令营，总是甲礼拜的主日学就啥，都无法度呢。会当来一摆，感谢主；来2摆，哦，迄是新热；到第3摆无去，迄是啥？正常。总是正常，敢真正正常啊？是毋是咱真正伫即个儿童宣教的事工顶头，咱需要去重新安静思考。咱还费遐尼济气力，要伫这营会中间要来鼓励囡仔、听囡仔、要引带囡仔，总是当这囡仔要进入教会时，到底什么款的问题，互因无法度踏入来？亲像咱伫每一年圣诞节的活动，咱嘛一定伫圣诞节把握这个机会，有机会咱所徛起的社区。办真侪，包括市集，包括一寡真特别、较软性，迄个信用，迄个气氛无遐尼重，会当互咱的社区朋友会当进入伫教会内底。总是当每一届咱开会做侪气力，办完这活动了后，第一礼拜可能真有一寡社区朋友会来，第2礼拜检几个，但佫有来，尾啊，到半年了后。若是佫有1个啊2个留咧，我真诶感谢主。但是我讲感谢主的时来，我嘛甲上帝讲：上帝啊，歹势，阮一定有做无够个所在。第4教这朋友，伊真大勇气加入来，却是一个安那，佫离开去。到底问题出伫倒？是毋是咱的礼拜有侪对因来讲真好的了解？是毋是咱感觉侪真重要的传统？
互因真正无法度踏入来，互因参加对伫迄个圣诞节暗会真充满听、充满福音的活动，等于来到伫礼拜的时，伊发觉牧师你讲的听无，发觉经文你描写的对伊来讲，迄是天外天的代志，甲伊即摆生活是无关系。是毋是伫咱的天书顶头？即摆徛起来，即摆坐落，到底要奉献，无爱奉献？伫迄个过程中间，到底无我寄付一个？兄弟姊妹，奉献敢是寄付？咱爱定心去思考即件代志。总是如果咱兄弟姊妹无够清楚，伫咱身躯边的新的朋友入来时，你感觉伊会清楚无？伊会搁较无清楚。所以对伊来讲，一个无法度互伊通清楚，嘛无人带伊清楚的所在。伊渐渐都有一个答案，这个所在毋是我应该来的所在。伫咱的中间，我相信有一寡是第一代的信徒。咱兄弟姊妹真无简单，恁若是恁家族中间第一个信主来到伫教会，我相信迄个心热真诶足无简单。但你回想过？你若是第一代基督徒，当你第一摆信主，加入教会受洗礼，成做基督徒的时，当你做期待，哇！我担到主恩啊，姊妹，我期待真毋望要将这个福音带到伫我的家庭的中间。真侪兄姊妹，有第一代基督徒的兄姊妹嘛，甲我讲牧师啊，我基督足久啊，我长期嘛拢甲阮母啊，甲阮老爸讲啥，你就来信耶稣，你就来对我来教会。总是1年过、2年过、3年过，以为祈祷10多年、20年嘛拢祈祷。做因心内感觉，到底问题伫倒位啊？有当时讲牧师啊，无你来甲阮兜、阮爸母探访一下，该讲啦，该考劝啦，看伊会当信主无？我直直甲因讲其实伫厝内引带因会当信主，上介重要的宣教师是你，毋是我，因为你当初时信主是偌大勇气。甚至要面对着因迄款真无法度通理解迄款的关系的紧张。总是当你坚持信这信仰的时，其实你的爸母心内一定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会当互我的查某囝、互我的后生，当时无因为咱家庭的传统，伊要踏出这个所在，去加入一个我无法度通去理解的信仰群体？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常常甲这兄弟姊妹鼓励讲：你就是迄个宣教师。总是你要将福音传互伊的，传互你厝内的人时，你要先去思考，你要安怎样伫因生命中间、伫生活中间，互因看见到底这个基督福音带来伫你生命中间的影响甲改变是啥物？因也无法度伫信仰顶头，伫因所感觉真戆硬的囝儿，为什么信耶稣的身躯顶看见迄个真正爸母无在条改变的性命，确实伫基督的信仰内底改变伊的囡仔的时，伊的心会开始摇动会开始摇动。总是当我安尼讲的时，真侪兄弟姊妹都安静落来。因过去，伊讲伫教会内底，伊习惯安怎，已经做习惯教会这个群体，总是转去，伊就开始甲我斗因爸母安怎，因兄哥安怎，因小弟安怎，讲完一篇了讲，我讲这个问题拢是真的，嘛是你感受的。总是即摆你信主啊，你要安怎样回应这个困难挑战，甚至过去的伤害，伫你的家庭内底，你若无一个定心伫信仰顶头的回应，因永远无法度通理解福音。到底为了这个家庭带来什么款的愿望？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真侪基督徒，咱的生命中间虽然信主啊，总是咱的生命有有一个问题要去面对，叫做生命中的地雷。我伫遮做一个统计，还即摆想看觅，安静免看别人哦。你生命当中有地雷的举手。我换个角度问，你的生命当中。你心内吼，你心内你的性命内底干净无比，都没有地雷的举手。什么叫做地雷？地雷就是伊暗暗稳藏伫你的性命内底，平常时无磕到拢无代志，但是有当时有一天若是人讲身躯边的人讲一句话，还是讲到某一个人，这个人的面色会变，马上就啥丢起来讲，免讲啦。你有知他碰到什么地雷了？你知道做牧师常常你打地雷。
所以对我来讲哦，哇，那蹦甲规身躯拢是啥？拢想，奇怪，我以前安尼去关怀人无代志，咱甲因兜吼，甲伊斗啥，就掠讲起来呢。到底什么问题？结果去问阮的长老了，伊就讲牧师啊，毋是你的问题，是过去甲因的某物人有啥物款的问题，总是当你也吸到伊，也是讲到伊就啥，规百块就啥，压起来，就压起来。一压起来吼，你讲较侪的话，伊就啥，拢袂入去。但即摆这就是地雷。要诚实讲，不管我们刚刚有举手没举手，我个人的经验，咱每一人生命中间拢有地雷，有的唱甲足好的，可能20年、30年才蹦一届；有的人吼地雷较侪，3天2头就什么，就爆来爆去。总是如果你若是真正知影，嘛愿意伫主的面头前承认咱的生命中间有地雷，兄弟姊妹要讲的，这叫正常。总是人有地雷，伫咱的圣经内底，伊的话语就是啥？人的罪性啦。这个罪扭曲你认捌上帝，甚至活出上帝要互你迄个疼的生命的关系款式，迄个物件，你信主，就是主耶稣基督要将这个地雷要改啥？要改摕掉，要改拆嘞。咱去想看卖，这个地雷是你信主以前都存在的地雷，有无？有。信主这么多年啊，这个地雷还在，对不对？那你要悔改。为什么你信耶稣这么久啊？你搁用阮这个地雷安那留伫你的身躯顶，互你无才调去疼人，互你无才调去拥抱人。这个地雷若继续存在，兄弟姊妹，主的疼你无法度通去明白了解担着。你做一摆，搁一摆，将这个地雷讲主啊，你愿意将这个雷拆掉，因为我要愿意去听迄个雷造成的迄个人。另外一个，这个地雷有没有新的地雷？伫你信主了后才埋进去的，有没有？有啊，因为上个礼拜服侍不舒服，他讲的话我不喜欢，我就埋了一颗什么新的地雷进去了。你嘛爱认罪悔改。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啊！你知影你生命中间主人是耶稣，这个是圣神的殿呢。你伫圣神的殿内底还埋什么？你说不是，地雷不是我埋的，是他埋的。你如果不让他埋，他有办法埋吗？当然没办法。所以兄弟姊妹，伫这过程中间，咱真正发觉，真正有当时福音无法度通传。真正迄个人要行入教会遮困难，其实坦白讲，毋是人的心硬，是人一直无法度伫一阵已经受洗，经历耶稣基督救恩神，甚至咱的生命雷被主拆掉了。他想要了解的时候，就会发现新的地雷又爆了。伫这过程中间，所谓的地雷是啥物？你知无？当地雷崩掉了后，会伤人，也会伤自己。这个叫两败俱伤。现在姊妹，当你生命中间愈侪两败俱伤的雷存在的时候，其实你伫疼的关系中间，你无法度通去到逃跑，你嘛无法度听坦然去甲人中间会当有计较，甚至你会筑起一层一层一层的保护网。久了后，咱就做习惯，咱真安全，因为我知影伊的雷是啥，我袂去甲卡。总是新的朋友若来。讲话不经意，伊嘛唔知，伊嘛唔捌你啊。结果你讲着了，结果你崩了后，伊也莫名其妙被什么被炸了，对不对？被炸了，那怎么办？你们还说你们是爱，根本没有爱的地方嘛。所以兄弟姊妹，伫这过程，当我甲老师来这个思考了后，我才发觉，原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福音的拦阻？有当咱讲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可是不知不觉，我们会不会成为福音的拦阻？会呢，当咱开始的思考，如果地雷都存在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那究竟基督徒信主了、洗礼了，我们的生命真的得救了吗？咱的得救是真的还是假？还是只有一部分得救，另外一方面，犹原还佫含落伫黑暗，
迄个随时会爆的痛苦、受到捆绑的性命咧。所以，咱要讨这个问题，咱需要搁安静落来，想看卖，基督徒为什么讲我是因为信耶稣得救？咱到底我靠什么得救？我靠什么得救？圣经甲咱讲，彼得做清楚的，伫迄个圣神降临坐了后，伊真正错。恁若认罪悔改，跟对耶稣受洗，你就啥？你就得救，对吧？但是吼，咱一个无洗伊吼，将迄个洗礼当作是咱的啥记号，对吧？总是将悔改认罪这件代志当作是一次悔改，就怎么样？就永远什么？终身悔改了。真的吗？那如果是终身悔改的，为什么咱的地雷还那么多？真的悔改没有？悔改是逐日拢爱做的事，因为迄个圣经伫彼得前书讲的，迄个魔鬼若好塞共款，四界你行去耍，看要伫身躯边有啥物落单的人要改啥？吞下。什么叫吞下？吞下就伫性命中间啊！太好了，放一个雷。放一个雷，地雷越多，这个人表面是基督徒，总是伊的性命已经属啥？爱惜伊，这是圣经对咱真清楚的提醒。所以当彼得伊真正足戆硬，为什么我伫外邦人哥尼流的厝，伫迄个所在为着因洗礼，这是伫教会人得救真欢喜的事。为什么伫耶路撒冷这个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为什么因这么受气？因为伊要掠掉的是啥？有割礼无割礼，总是彼得伊伫迄个所在思考的啊！我知影，因为我还未去哥尼流处理以前，圣神就互我上帝就先互我看见一个异象，什么异象？有一块布对天顶安那降落来，内底足侪物，有清气的物，无清气的物。啊，这我牧师就莫搁解说啊吼。伫咱利未记中间，犹太人伫出埃及的时，因伫旷野时，上帝互因的清气甲无清气，通食毋通食的规定，拢伫界面，拢伫利未记中间。所以因传统过来，足清楚知影啥物通食，啥物毋通食。所以当迄块布落来的时，伊感觉足奇怪，哪有可能一块布内底有清气无清气？应哪会合作伙？应该爱分开啊！总是当你讲硬是有声音对天顶来讲啥？彼得，安那摕起来抬来啥？来遮惊一条，讲上帝啊，毋对呢！自我细汉到大吼，拢甲我讲啥？遮个物件有诶是清气，有诶是啥？无清气。所以无清气诶，我自细汉到大我拢无担过。你哪会使叫我食无清气诶物呢？所以伊抗议完了，即块布搁起哩。第二摆搁啥？搁落来，连续几摆，想到要3摆，因为很重要。想到很重要，上帝要改规则，听得懂吗？上帝要改变规则。你讲上帝，你哪会学白改规则？当然啦、法律定了，可不可以改？可以啊，不然要立法院干嘛？不合时宜的要不要改？后一个阶段需要调整啊，爱改无？爱。上帝知影，即摆福音应该开始要对着上帝百姓，要开始外邦的所在要啥？要行出去啊！所以即阵伫犹太背景的这些使徒，因若要将福音传出去的时，因的性命需要改。总是这个改对着过去因掠做受割礼无受割礼是得救，是上帝所欢喜唯一的条件。总是上帝即摆要改啊！上帝甲因讲啥？上主啊，讲我所看做清气的，你袂当看伊做误会，会改哦？连续3摆，总是彼得伫迄个所在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无偌久，无偌久，哥尼流所派的人来甲你处理，甲哭，伊则若是无看到这个异象进前的彼得，外邦来要请伊去因的厝，伊绝对袂去，对吧？但是现主是当伊看到这个异象了后，伊知影上帝要改规则啊。所以伫迄个所在，伊谦卑讲好，我带你去。伊去到伫哥尼流的厝，看到一阵无受割礼外邦人，竟然伫迄个中间学了敬拜上帝。所以彼得伫迄个所在看出讲呀，因拢无受割礼呢。上帝敢会真正接纳因嘛？结果伊看到一个异象，看到啥？
圣神降临伫即阵，还未受割礼，当然嘛，还未受洗礼的外邦人的身躯顶。什么叫圣神充满？圣神降临伫中间，代表上帝用伊的灵来背书，即阵人是我所欢喜的。会记无？耶稣受洗时有啊，圣神亲像钱仔降临伫耶稣的身躯顶，天顶有声音说：“这是我所听的，对吧？恁就听伊。”所以彼得伫这个过程中间，伊无搁坚持啊。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帮赞即个哥尼流的厝，所有的人真正伫迄个所在，奉主耶稣的名，为着因来行洗礼，因为伊伫因的顶头看见上帝得救的即个路径，甲因过去传统理解真无共款。因为彼得已经清楚在6节的经文，伊讲啥？过去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礼，总是毋过恁为领受圣神的洗。以前用水来行洗礼，清气的礼仪，总是现主时透过耶稣基督救恩了后，是用圣神要来洗人的性命。外口的记号无过是得救的条件，是落在性命中间，是毋是愿意一摆搁一摆弃旧换新的过程？真正做人要得救上界重要的帮助。亲爱的兄弟姊妹，身为基督徒的咱，伫咱的家庭、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团契、伫咱所服侍所在，咱有最坚持的原则无？这个原则有可能是意识形态，有当时是咱自细汉已经起做一寡观念。他们讲一教会内底嘛有一摆，有一个兄弟已经论足久啊，伊就甲我讲牧师啊。为什么咱即马教会华语堂的人会比台语堂的人较侪？我讲，这是什么问题？伊讲，长老教会是台语教会啊。我讲，当时甲咱讲，长老教会是台语教会，法规伫倒位写？伊讲，认同所有的住民啊，伫这住民顶头有台语背景，有华语背景的人啊，总是讲，我无法度接受。我讲无你想要你期待安怎？伊讲伫教会内底应该讲台语尔，袂使讲华语。我讲袂安怎？你有咱教兄弟姊妹内底有客家人呢，嘛有啥？嘛有原住民。阮教会内底有5个族的原住民在我们的教会。我讲袂安怎？我也讲台语，无才调甲因沟通，无才调无养因啊。伊讲伊若要讲华语，去北京教会。OK， 当伊安尼甲我讲，我知影伊咧坚持的是看台语最重要，无毋对。看台语重要中无？真重要。总是莫袂记哩。语言是啥物？第一，沟通的工具；第二，语言是啥？是叫母语。母语什么意思？家庭中间爱教。所以我就问，我就讲兄弟啊，你看台语最重要，我知影。你对保存台湾文化嘛，看最重要，我知。总是我问你，你甲处理，你甲你的囡仔沟通是台语还是华语？伊想着较讲者，伊讲，牧师嘛袂当安尼讲啦，因为我知影伊甲伊的囡仔拢讲华语，拢讲华语。我讲，你将你家己担袂起的担，你要藏伫教会内底。当阮若坚持台语，阮会失去甲人沟通、讲啥福音的机会。有一天，甲面对上帝时，我要安怎去交代？身为牧师的我，所以兄弟姊妹，福音是为着传讲的人所备办，还是为着领受的人所备办的？咱来重新过去思考嘛。尾后伫这个过程的中间，我甲阮的主任老师有一寡会议了后，阮真正这老师重新的思考，阮开始决定要将主日学的整个教育的迄个流程整个改变。以前咱的主日学的迄个方式，甲咱的主日礼拜差不多，差不多照程序来。尾对迄天开始主日学内底的迄个程序，开始将夏令营的啥的一寡元素放入来，总是保留真重要。讲圣经的故事，经互因认捌经文，这部分来保留起来。渐渐我甲囡仔留落来的机会愈来愈多，毋是干那囡仔来，连伊的父母嘛坐伫后壁，伫迄个所在听，到底伊的囡仔
学习什么？伫迄个所在会吸引伊的到底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改变是咱不断看见福音的需要，嘛看见家己的无够业。伫咱看见需要甲无够业的中间，咱不断求圣神帮助咱拍开咱的目睭。当咱一步一步不断往头前来出发的时，你会发觉圣神要真做咱的困难。这嘛是保罗先生伊所讲的。你若伫基督内底，就要真做新创造的，旧的要真做过去，大拢变成新的。我要直接要强调，毋是讲传统无好，传统真重要，总是要安怎保存，互伊真做一个真好的桥梁，互每一个世代中间，拢会当伫咱所看最重要，迄个传统内底，真做每一个家庭、每一项生命真重要的一个记号。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互大家，真做我今仔的结束。伫英国西敏寺的大教堂，通常你也去欧洲去佚佗的时，伫教堂边啊，拢是啥？坟墓，拢是墓啊。因为墓拢伫，毋是伫迄个教堂的地下室，也无伫教堂的四周围。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观念，将来基督佫来的时，安那？我进教会吼，要上天堂安那？较紧啦，坐电梯吼。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西敏寺的大教堂顶头，地周边的墓园内底，有足侪墓。啊，你知影外国人因你徛墓吼，毋是干那写伊的出生定是安息的详细，因顶头常常拢会留落过往即个人伊对伊人生的体验，以及对伊人生要落一个注解，真重要。咱叫迄叫做墓志铭，知无？吼，写伫墓牌顶头的一段字，是要留后世人。其中有一块墓牌顶头，伊写字，互侪人经过了看了后，心拢受到安那受到提醒。因为过往的人伊留什么字咧？这个人伊安尼讲：，伫我少年的时，我心内充满期待，我将来我有气力会当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渐渐大汉的时，我发觉我的气力真有限。我将我的期待缩较短，我决定我要改变我的家庭。当我今仔日已经老了，我发觉我的气力，实在是无气力。我无法度改变我的国家，无法度改变这个世界，无法度改变国家。我连期待要改变我的家庭，做啥？我都做袂到。当我倒伫眠床顶回顾我的一生的时，我才忽然发觉，如果一开始，我所期待倒摆过来，我期待我的生命会当得到，我的家庭会当得到改变。检测有一天，我会当小可有气力去改变我的社会，改变我的国家。若是上帝允准，可能我的生命有一天互上帝使用，通改变这个世界。兄弟姊妹，这个故事最后停留伫倒位？我若会当搁一摆决定来，我愿意对我的生命的改变开始，我检测对当迄个改变的气力会当扩大出去，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属于基督。关注帮咱每一个礼拜，今仔日是文艺时间纪念主日，咱逐礼拜拢看这《业周报》更新月刊，对吧？更新月刊顶头做一受感动的故事，对吧？这个故事，这个见证咧讲啥？一人的生命面对着受杀害时，无论迄个杀害是病痛，或是甲人的冲突，甲父母的关系，也是伊伫人生中间伫世界价值伫遐挣扎的时，伊安怎样袂失？以及伊安怎样，搁互主捡回来？当捡回来伊，重新搁出发的伊，甲过去的伊，的确无啥物，无共款啊！兄弟姊妹，即款的故事足吸引咱的，总是咱毋是干那看这更新的故事，看别人精彩的故事，咱爱问一句话：属于我生命的改变，并且活出一个无共款新的我的故事，又搁是啥物？我相信对今仔开始。如果你若愿意，保罗先生会讲，福音本来就是上帝大权能的气力，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我再讲一解，罗马书第1章第16节，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相信是出自咱听见，真正愿意
照主的话去行。愿主帮助咱做阵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多谢你的话，搁一摆刻掉伫阮的心。毋但是对阮耳孔听见，搁是互阮真正清楚，这是上帝你对着你的百姓恩典的计划。主，你知阮的性命过去属伫这个世界。主啊，我嘛知影，当阮信主的时，阮内在性命幽怨有足多的石头、刺配，伫迄个所在需要一步一步来甲考度。主啊，阮家己的气力有限，阮无才调。总是主，你甲阮讲，每一摆当阮真正勇敢来甲你的施恩宝座前，当我愿意，搁一摆将这地雷摆伫你的面头前，主，你的大强，阮的气力透过圣神要做工，你的诊治，你的管教，你的医治，你的重新起造阮的性命。愿你照你看做是好，引带阮的性命行一条气骨换新的路，通荣光你的名。当心祈祷，靠主耶稣圣名，阿门。即时，请三角来吟圣诗194首，圣诗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会将车起立。会将车坐。即时来奉献，请刘克辉、陈世云技术来示献。
会众请起立。阮同心来祈祷，请主上帝，阮满心感谢阿罗你，感谢主你的看顾，因带咱来到主你的面前，领受主的话语甲祝福。阮满心感谢，答阮奉献淡薄仔金钱，为主你圣工所用，愿你感纳。阮安尼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的大生，请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周报的成书单的下面，我读一摆，请会众读两摆。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请。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接着来看周报。周报的第1页下周的事工的人员、团契聚会甲课程的时间，请咱家己来看。周报的第2页小组聚会的时间嘛，请咱家己来看。奉献若是有订单的，请往办公室来竞争。接着来看周报的第3页。本主日消息，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欢迎英国教会洪永恩牧师代表台湾教会广播社来请安报告甲证道，且为着伊的事工奉献甲代祷。同款吼，咱吴夫人牧师嘛是为着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到英国教会请安甲报告。今仔日中昼12点半，伫701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出席来参加。主日的消息，山脚教会黄文瑜牧师到本会正道分享甲募款。且为着伊的教会建堂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教育部会伫中昼12点半9楼来召开，且部员嘛来出席。小会的公告：2022年临时复会中级选举，请在职的会员到礼拜堂的外口来领取预选票。会伫8月9日12点半进前，将这个选票投伫4楼的投票箱内底。教会消息：树林暴徒音乐季，伫下礼拜拜六7月25号下晡3点30，伫咱教会4楼的礼拜堂来举行。内底会用
音乐，彼此来交流分享。好，欢迎兄姊踊跃来参与。成人情绪成长团体的课程哈，这个课程咧大领的人是得胜者同办公室，也是咱的姊妹李依兰姊妹来带领吼。这个课程内容，请咱家己来看。有2个课程哦，第一个课程是情绪点点名，对8月16到9月25课。第2个课程是情绪转转弯，伫10月4号到11月1号，嘛是5课。这个课程的讲义的费用是一个课程是200块。上课的时间是主日下晡1点到3点30，地点是伫8楼的800。这个部分报名要到7月26号下礼拜，请咱踊跃来报名。好，安尼补充报告，请牧师。祝咱所敬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互咱会当三甲主持。敢若无新朋友吼，要么个特别邀请咱会当特别关心。譬如这哇，足久无来礼拜吼，甲伊拍婆仔一个，今日讲，小妈妈就够注意吼，伊嘛来礼拜足久啊吼，今日会当来吼。是上帝特别稳定，所以嘛要请咱会当特别为。譬如这祈祷，伊伫厝里有认真用助行器安尼行路啦吼。虽然原底就爱坐公园的，要么个最近小可气力欠缺，要么个做稳定满满吼。嘛要请咱为着五牧师祈祷。我甲伊结婚10几年来吼，第一届发烧3天，今日小可退啊，要么个伊做一样代志了，就要休困，迄气力敢若就无去啊吼。所以才为着五牧师祈祷。伫今日信息中间，咱有听到吼，教会书记拢做侪活动对无？昨有啥物？敢有人知影？昨音乐营成果发表，对不对？那个雨桐，请问有吗？哇，咱来听一下，看一下，好不好？
就伫真详细的一礼拜，拜二开始到拜五的夜会，昨早起时就有成果发表。然后中岛结束，阁有韩国水银路长老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所以其实足详细的。好，然后咱中间嘛有真侪兄弟做伙来参与着。为啥物爱特别阁互大家看一个？敢有人约着？拢打扮了，我看这要创啥？提早将时间留落来，明年会当做伙来参与。其实咱教会家己本身来办演讲也是第2年尔，好，前年是邀请外面的老师来吼，咱透过不共款的有乐器，有合唱。其实这个夜会中间有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参与着，吼，然后咱唱的拢是诗歌。出来活动拢是会当有机会有信仰的分享，然后拢嘛带因做伙祈祷。吼，食饭的时阵，因嘛拢乖乖来祈祷。今年音乐也真正真特别，大家吼有休困时间拢无休困，继续拍拼。然后咱大家会互相彼此斗相共。若是有人吼学较慢，伊会陪伊做伙练安尼。就特别的，好，所以感谢神稳定，互咱会当透过音乐也来传福音。然后结束拜啦，阁有一个活动呢。请问孟轩在吗？在吗？哦，好的，好。虽然咱就无看一个名，要毋过是改名吗？吼，来请伊来小分享一下。喂，好，大家好。那这个是刚才提到，在下礼拜6，敬拜团会办一个像这样子的活动。那其实主要就是在2个小时有不同的敬拜。那其实主要是以乐团形式。那这次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邻居，就是义恩堂来跟我们一起办这个活动。那希望有空的会友可以一起来参加。那还有下一页，那这是我们这次会做的一个毛巾，它就是毛巾，那会在下礼拜的时候开放给大家购买或是预购。好，以上，欢迎有空的人来参加。来，拍婆啊，甲人先练鼓励一下。好。阁有一项来补充说明一下，咱会当看到，咱有机会会当报名参与新人新词的成长的团体，对无？毋过这下吼，敢看有有2个课程，一个叫做情绪点点名，一个叫做情绪转转弯。咱若是有机会吼，这个时间会当做伙来学习，紧报名，对咱就有帮助的。要毋过一个课程就是5届，然后报名费只有200块，毋是上一节200安尼听有吼？因为进前有人问讲哈，一次200，然后5次1000，没有，就是200块。好，要毋过因为迄是要探讨咱的情绪，所以真正是需要报名，就是拢爱上课，无让一节吼接袂起来，安尼了解无？好，所以有2种的课程，一个课程就200块。邀请咱想一下，这个时间你若是会当，就来甲伊报名，做伙来参与。哦，喂，有声音吗？哦，这个课程拢有伫周报有这个 QR code 啊吼，大家会当去扫描安尼。祝福册肯，信息402首，信息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会将车起立，引线车牧师来接导。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哥保护，甲
也是我言行欠必是正。但我着也日遵守你改变，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对错因错是袂人，这是我人生别千望。请咱同心来祈祷，领受上帝赐福。我所亲爱兄弟姊妹，因为基督的听已经激励伫咱，伊为着咱正人死，是要互遐活的人，无搁为着家己来活，是要为着替因死国外的主来活。所以，既然有人伫基督内底，就要成做新创造的，旧要成做过去，大拢变成新的。一切拢是出自上帝，伊透过基督，互咱甲伊和好，也将劝人和好的权柄赏赐伫咱。愿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救赎恩典，天父上帝对咱永无改变的疼痛，圣神的安慰、扶持甲更新，常常甲咱正人三个伫地，对这是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再请坐。进入密道。请甲身躯边的人行平安礼，耶稣听你，愿你平安。